你以為人老咗，最近世身體差咗？你以為皺紋多咗，行路慢咗，記性差咗，就叫做老？錯到離譜。我話你聽人真正老嘅，一刻無世寂境入面出現嘅。世寂你某一日坐職茶餐廳，一杯凍檸茶擺直面前，你望出街外面低人嚟嚟往往，然後你心入面諗，呢低嘢同我冇關師傅。嗰一下你先至真正老咗，冇勢理將臉老，勢理過心收咗工。喂，大佬，你有冇失過周早瞓醒？第一件事無細審，今日想做低滅，而細審又一日。你屋企嘅鬧鐘照響，但細你無知道自己起身細位左滅。以前返工再辛苦都有個目標，而家退咗後，日曆上面一格一格全部一樣。禮拜一同禮拜六有未分別？冇分別，因為你已經冇，也好期待。我見過太多呢種人，深水埗一棟就唐樓，樓梯踩到兩個人擦身都要赤住行。有個伯伯姓陳，72歲，佢後生嗰陣細做車衣㗎，一雙手快到你眼都追唔到。而家呢，佢每日坐職門口張直凳，由朝早8點坐到夜晚。我問佢：陳伯，你坐直到做緊滅？佢望住我，笑咗一下，講咗一句我到而家都記得喺度。我等緊，等滅。佢答唔到。你明唔明呢種恐怖？一個人坐職度等緊，一樣取自己都無知西滅嘅23無世。等仔女無世，等飯開無世，等第一生取世，等緊人生自己完。而嗰先叫真正吉老，唔細除72歲細除，個心已經冇咗任何一樣值得佢份醒吉理由。我最憎就細人成日講一句嘢，都更老夫仲想點啊！呢句嘢是全世界最毒嘅一句咒語。你有冇聽過？想學跳舞，人哋話你都更老夫學你轉面；想染翻個勁頭髮，人哋話你都更老夫扮嚟俾邊個遞。諗一個人去日本地下櫻花，人哋話你都更老夫跌侵點算。講到最後，你自己都信咗，你講自己一格一格鎖入一個叫做老人騎龍。但你心真低，細邊個頂解老呢個字，細邊個話弊你停。一到某個歲數就冇可以再期待。我話你知，真正令你老嘅唔蝕你張身份證上邊個數字，蝕你自己親手將自己所有嘅想一樣一樣咁卡死。你冇咁想，所以你冇位做；你冇位做，所以你冇經歷；你冇經歷，所以你日日一樣；你日日一樣，所以你覺得自己老。低到冇個惡性循環，由頭到尾都係你自己開始嘅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，盡掣過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模式教你點樣返老孩童，冇呢支歌仔唱。呢個頻道細想陪你搞清楚一件事：點解有低人80歲眼仲為發光，有低人50歲個人已經熄咗燈？呢個分別同錢冇關，同身體都未必有關，同滅有關。我慢慢講你知。我是一個女人，姓黃，住赤鱔角，娶丈夫走咗5年，頭吉2年，娶真是喊到眼都麻。之後呢，計就開始一種生活，每日返街市買遮一個人食契餸，煮一個人食契飯，第一個人遞契電息，然後瞓。除低仔女移咗民，一個赤英國，一個赤澳洲。WhatsApp 家庭群組入面，除日日都為 send 早晨及低圖，
你知啦，就細及低，有花，有雀仔寫住早安及低。生狗差唔多2年，有一日佢個仔終於忍無住，斥群組打咗一句：媽你冇好再 send 低咁契嘢啦，好煩。黃太太冇再 send，佢都冇啱，佢隻勢由吉日開始，連早晨都冇講。我去探取及陣，成間屋暗道，好似傍晚其時得下晝3點，隨咗戚說法同我講：阿咪，你話我仲有咩用呢？我當時好了，唔細了娶個仔，細了黃太太自己。我同佢講：黃太，你有冇想過，你成個人生都用嚟等人回你個早晨？你等你個仔復你，等你個女得賢，等孫仔時講廣東話。你等早成世，你有冇想過你自己想要低滅？查膽無到，因為呢個問題，佢已經有幾十年冇問過自己。你睇下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直邊，就使我哋成日講，有人需要我，當成我嘅價值。後生嗰陣，你是老婆，你是老公，你是阿爸阿媽，你是阿公阿婆，你成個人生都是一個工具，賺錢嘅工具，湊仔嘅工具，煮飯嘅工具，供樓嘅工具。然後有一日低仔女大咗飛咗，樓供完咗，老伴走咗，你突然發覺冇人再需要你夫，間你就以為你冇用夫，你就以為你嘅人生完咗。大佬清醒啲，你成世人做工具，而家終於冇人使喚你，你無世應該喊，你世應該恭喜自己至真。因為由今日開始，你終於可以問一句幾十年冇問過嘅，亦我黃某某、陳某某、李某某，除咗是人、啲契阿媽阿爸，我自己到底想點樣過我剩返嗰低日子？呢個護世自私，呢個世你演自己嘅一個交代。我唔世叫你護你仔女，唔世叫你老夫老妻反面。我細話你聽，一個連自己都唔期待自己人生嘅人，細冇可能真正快樂間陪伴任何人嘅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有低人越老越發光？我同你講個真人真事。九龍城有個伯伯姓劉，78歲。我第一次見佢，細直一間茶樓，其一個人坐席窗邊，叫做一種抱藥，2籠點心，1籠蝦餃，1籠雞雜。佢食得好慢，好有儀式感，好似每一啖都係一件正經事。食完除帽即刻走，佢由個袋度攞出一本簿、一支筆，赤道寫意。我好奇搭線問佢：劉伯寫緊咩啊？咁專心。佢笑笑口，揚一揚本簿，寫緊嘢落。我70歲嗰年開始學寫，想寫返我後生嗰陣，由潮州搭船落嚟香港嗰段嘢寫咗8年夫，仲未寫完。我問：寫嚟做咩？出書咩？隨哈哈大笑，出滅鬼書啊！我低字間鬼醜，我寫嚟係因為我一諗起聽日又可以坐即度印彈普爾，寫多幾百支字，我就覺得歪。聽日都幾抵瞓醒嘅歪，聽到冇，聽日都幾抵瞓醒。呢句嘢就細全部嘅秘密。劉伯同陳伯兩個都細70幾歲，一個坐戚門口等，一個坐戚茶樓 hea， 差嘅樣到冇細錢，冇細仔女，冇細身體，差嘅樣亦叫做期待。一個人只要聽日仲有一樣，亦細到得一擔譜一頁字，值得取份醒去做，取就永遠唔為老。呢個世界成日我哋話青春係一段時間，由10幾歲到20幾歲，撐咗就冇。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謊話。青春唔係一段時間，青春是一種狀態。
使你個心入邊仲為無謂為咗一件事而跳快一拍，使你聽到某樣嘢急震，眼為無謂發光，使你為無謂為咗聽日而有少少緊張、少少興奮。我見過25歲嘅後生仔眼中使個條線魚，日日返工放工碌手機，對面都冇咁絕。你話個後生水個心比80歲仲要老。我又見過80幾歲嘅阿婆學用手機、學影相、學同孫仔玩吉低滅夜遊時，學到成頭煙，但細除好開心，因為隨住得嘅世界仲有好多夜除未事。你話徐老，徐個心後生過好多後生仔，所以失去青春嘅人，從來都冇細年紀大假過、細假過，已經對世界冇晒好奇、冇晒期待，覺得一切都同我冇關嘅人。如果你都覺得人到呢個年紀，唔應該再將自己活成一件冇人使契就工具，就斥留言，咳打一句，我諗為自己期待多一次。打完呢句，我諗你認真審一審。我知你為民講就義，我而家真係老夫，行又行無快，病又一身，邊度仲有嘢好期待？好，我閉個真正嘅故仔你聽啦。個故仔講佢無世開心，世生死。灣仔有個婆婆姓周，個女話俾我知嘅。周婆婆卻枕咗挨，一生話做化療，可能挨多1-2年，但世為辛苦到死。唔做可能得返半年，但世人為舒服低。全家人都叫取做，救到幾耐得幾耐，呢個世人之常情，冇人想至侵走。但逝周婆婆審足3日，跟話我無助夫。全牧人操到7天，話取殺，話取放棄自己。周婆婆好平靜咁講咗一段嘢，娶個女一世都為制得。我唔是放棄，我是堅。我癌多2年，直一丸插住後，日日嘔到面青，被恐懼是我。更讓 K 2年，我唔要，我情願呢半年，我去做返我未做 K 2。我想去多次日本大紅葉，想日日落樓下茶餐廳飲杯熱奶茶，想食返我戒咗成世嘅燒鵝奶，想間返我班幾10年冇戒嘅老姊妹。我唔細死緊，我細審緊直，我走之前，我仲可以期待低滅。我講呢一個故仔，唔使叫你有病唔好一，你有病梗係要睇醫生，梗係要聽專業意見。呢第我唔是，亦都唔係亂教你。我講呢個故仔，細想你睇清楚一件事，連一個知道自己時日唔多嘅人，都重視得為自己餘下嘅日子問反期待。近你呢？你仲有排命，你平滅已經自己個心提早收咗工。周婆婆最後細直紅葉術，下面走契。佢個女話佢走契真，面上細笑住契。一個心仲為發光嘅人，連死都死得勁低，奸到底點做？我唔想勁細同你講道理，講完你返到屋企又坐返門口張凳。我教你一樣嘢好簡單，每日問返一件細契期待，唔是好大件事，唔是去旅行，唔是花好多錢，細到就好似劉伯吉龍蝦餃，好似周婆婆及杯熱奶茶。聽日我要落茶餐廳，叫一個我最中意嘅菠蘿油，趁取仲熱，加嗰陣牛油上去，遞住取慢慢用。呢個已經是一件值得瞓醒開事。聽日我要打敗我過幾10年嘅老友，無毀滅，勁細想同取清2句肺，笑一餐。聽日我要學時用個手機影一張勁相，影下窗邊及盆花，一件又一件。你唔好遞笑啦，遞視野。人生本來就唔是靠幾件大事撐住，佢是靠千千萬萬件，值得你奮聲去期待，佢事事串起嚟契。錢要有安排，身體要顧呢，低我唔否認，
但是如果你顧咗身體，遷就咗錢，個心確熄咗燈，但你只是一個保養得好過活死人者。人老咗最緊要嘅，無勢有幾多人計得你，無勢你層樓值幾多錢，無勢你低仔女幾叻，最緊要嘅係你自己有冇辜負自己。有某一個平凡嘅下晝，坐席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你忽然發覺，原來你唔需要等任何人批准，唔需要等自己後生返，唔需要等一個齊低先，你今日而家更下就已經可以為作一件細契嘢而着得歪，做人都幾好玩歪。嗰一刻你賬面幾多皺紋已經一低都冇緊要，因為你嘅心仲未發光，而一個心中未發光嘅人，由頭到尾都未曾老過。如果由聽日開始，你可以為自己問返一件細細嘅值得你奮醒去做嘅事，你第一件最想期待嘅為什麼？留言話我知。